台南市長黃偉哲年內首創的市長霹靂派活動，今日迎接充滿紀念意義的畢業場，因為市長就要替5個行政區總共648位核選市長獎的畢業生頒獎。第一場有一寡學生嘛攏真大心，做伙替將要卸任的黃市長獻上畢業祝福。為讓市長配合學生滿滿的創意來翕相，有一寡真正做笑虧。市長獎除了是您個人跟家庭的榮耀之外，也是我們台南市的光榮。我們根據統計，歷年來市長獎得獎的同學，未來在學習以及在人生的腳步中，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。對着學生的創意，黃市長攏是全力配合，誠意滿滿，現場笑聲不斷，嘛互畢業生留下屬於家己的獨家回憶，嘛相信這學生未來將成為國家、台南以及家庭的榮耀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